怀念的报音员，我家己是无啥物意见，只是爱唱歌。阿母就叫我录几首歌曲，寄去电台。想袂到经过主持人的手，伫电台节目中放送了后，年纪敢若15岁的我，一时阵竟然伫中南部的街头巷尾唱甲抓袂牢，伫听众票选的排行榜顶稳坐榜首，搁因为上少岁，互钞票阿舅封一个小小千金的雅号。讲实在的，我虽然爱唱歌，毋过真正无啥介意遮尔怂搁有力的雅号，因为即款的姻缘，钞票阿舅有意要栽培我，就含阮一家伙仔，包括阮一大家族的亲情50，豆豆仔熟识起来，认阮阿母做契姊，认阮外妈做契母，当然我就变成伊的契查某孙仔。伫电台红了后，刷落来的代志就搁较趣味啊！我竟然有一大票的歌迷，原来是有袂少听众朋友听到电台放送我唱的歌了后，写批来电台互我，希望会当甲我做朋友。本来钞票阿舅拢将听众的来批转互我，我伫号热当中，逐工拢着爱用几啊点钟来回批，回甲一粒头2粒大，写批写甲手酸，有够忝。号热结束，我考调本地一间省立高职，开学了后，功课无用，无法度一张一张回批啊。虽然感觉有歌迷写批互我，有淡薄仔虚荣心甲成就感，毋过嘛加袂少的负担。钞票阿舅搁主动请伊的助理小姐替我回批，甲歌迷致歉，讲我功课真无用，袂搁再一一回批啊！我真感谢阿舅安尼替人设想。